對於成日要做家務嘅我嚟講啦，一部好嘅無線吸塵器咧真係好緊要嘅。咁今次咧我哋測試嘅就係小米喺香港啱啱推出嘅無線吸塵器 G30 Max。咁呢部新嘅無線吸塵器比上一代 G20 Max 咧改變都係比較明顯嘅。咁究竟呢個改變係好定唔好呢？下面我就會同大家一齊測試一下。咁今次拍呢條片嘅時間咧就係年28啦，咁我正好咧呢個時間就攞佢嚟體驗一下，究竟幫唔幫到我手啦。對比上一代 G20 Max， 今次嘅 G30 Max 金屬感強咗好多，比起一般無線吸塵機純白嘅外觀設計咧，明顯高咗幾個 level 嘅。重量方面 ，G30 Max 雖然比上代咧多咗 0.1 個 kg 啦，但男士單手操作完全係冇問題嘅。如果女士嘅話咧，可能單手10幾分鐘就已經到極限㗎啦。好彩係咧，吸頭推起上嚟都比較好推嘅，咁小朋友都可以輕鬆咁推得喐，慳力唔少。塵杯咧就加大到800嘅毫升啦，咁一件倒垃圾呢啲當然係必備嘅功能嚟㗎啦。而且咧，成個塵杯咧係支援一鍵快拆嘅，手指輕輕一扣就可以拆開。塵杯咧係有呢個前置過濾網，可以有效咁阻擋啲顆粒物啦，或者係啲雜質嘅。咁塵杯入邊咧14追氣旋塵埃分離技術咧，大顆粒嘅過濾系統係可以拎出嚟嘅，咁更加方便日常去沖洗。咁高密度嘅濾網咧用不鏽鋼物料啦，咁專門阻隔大嘅粒子，比如砂石、玻璃啊，耐磨性就會更加好，又會更加硬淨嘅。G30 Max 嘅吸頭同埋呢個配件咧都好豐富嘅，總數有成6個吸頭，咁2條接駁管，同埋再加一個多角度嘅彎管嘅。接駁管咧就分成2款，一條咧就金屬長嘅硬管啦，同埋一條咧長嘅軟管。G30 Max 雖然同上代一樣都係25000帕嘅氣壓，不過咧吸力就由 180AW 大大提升到 280AW 嘅。咁官方就話吸力比上代提升咗51%，而 G30 Max 咧提供最細吸力、最大吸力同埋智能吸力3個唔同嘅 mode 嘅。大家可能就會質疑啦，咁大吸力會唔會好嘈先？咁我哋嚟睇下測試嘅結果先。測試嗰陣嘅室內環境咧係36分貝，咁智能吸力咧大約係76分貝左右，咁而最大吸力咧去到84分貝嘅，咁最細吸力咧就69分貝，所以咧最細吸力嗰陣時咧其實都叫幾安靜下嘅。主吸塵口前面就加咗 LED 燈。咁可以清楚咁睇到表面嘅微塵啦，同埋垃圾，即使係暗位咧，依然可以睇清嚟慢慢吸嘅。我哋再嚟睇下佢 Auto Mode 嘅吸塵表現。咁我先嚟咧就測試呢個吸粉塵嘅表現。咁佢中間位置咧都算係吸幾乾淨，冇留低任何嘅殘渣。咁不過咧兩邊位就留低咗少少殘留嘅粉塵，其實就無傷大雅嘅，拖多2下就 OK 㗎啦。對於大顆粒嘅垃圾嚟講，比如紙碎啊之類嘅，佢表現又係點呢？咁吸力咧夠唔夠照呢？咁呢啲測試其實對佢嚟講真係完全冇任何難度可言嘅，吸得又快又乾淨。一屋都係長頭髮嘅人啦，咁每日喺地下留低最多嘅就係頭髮啦。對於吸頭髮嘅能力咧，我係最在意嘅，而佢嘅表現咧亦都令我好滿意。配合埋多功能嘅彎管。咁將個吸頭咧彎曲成90度，吸梳化底啊、床底啊呢啲位咧，終於就唔使再趴喺度推啦，亦唔會出現動作片嗰啲棘住嘅情節。梳化刷咧可以輕鬆咁吸走梳化嘅塵埃啦，同埋頭髮。咁配合埋2合1嘅縫隙刷，咁連梳化嗰啲窿窿罅罅咧都可以吸埋。咁唔使再擔心啲餅乾碎啊、食物殘渣咁跌晒入去之後咧，就變咗小強嘅自助餐廳啦。迷你電動毛刷對於吸床褥上面嘅塵蟎咧就非常之有用嘅，咁對於布藝梳化咧都係超正嘅。咁我建議大家咧開最高吸力，效果就會更加好啦。而2合1嘅寬刷頭咧就最啱用嚟清潔我嘅生財工具，平時跌落啲罅入邊嘅零食碎咧同埋塵咧都可以吸晒出嚟，咁唔使夜夜拆開啲 keycap 清潔，方便好多。充滿電咧，仲可以拎去吸埋架車。咁2合1嘅縫隙刷加埋呢個長軟管，用嚟吸車就真係一流啦。
咁吸地氈又得，吸座椅啲罅位又得，伸埋個毛刷頭出嚟，吸埋冷氣口嗰啲塵，咁樣又可以慳翻100蚊啦。最後總結一下啦，G30 Max 嘅外觀設計可以話係近年少有嘅靚，唔係藝術品嗰種咁誇張嘅，但係對比起傳統白色設計，佢起碼用心思喺細節設計上面，而且用咗部分嘅金屬質感外觀件，高級感直接顯現翻出嚟。另外就係吸力大大提升到280 AW， 咁對比起某啲品牌成日吸漏嘢，咁呢方面咧佢真係完勝嘅。另外大家最關心嘅就係電量問題啦。咁充滿電嘅情況下咧，如果開 Auto 吸完1200尺嘅屋企，再加3張床都綽綽有餘，仲有電吸埋架車。主要優勢應該就係佢自動感應地面灰塵濃度調節出嚟啱用嘅吸力啦，唔似以前咁怕吸得唔乾淨，嘢開到最大吸力嘥晒啲電。除咗吸力增加，G30 Max 咧仲多咗2合1嘅闊頭啦，同埋多功能吸管，用起上嚟咧就更加方便。對於定價只需要2249蚊嘅 G30 Max 咧，佢似乎真係物超所值。好啦，今次嘅小米 G30 Max 無線吸塵器嘅 review 咧就到呢度結束啦。如果有咩問題咧，可以評論區問我。我係你哋嘅測試員 Sky。